百歌音响负责人陈顺成，工作时偶尔会到活动现场看前顾后，确保每一场活动都可以顺利圆满。下班后，热爱音乐的他则会拿起吉他，邀约妻子与朋友一起练习弹唱，回味玩音乐的那段青春岁月。我们是参加教育厅主办的全国闽南歌谣的比赛我们有去做表演，去做参加那时候地点在新竹的地方然后我们很荣幸得到的第1名。那时候就教育厅都有好几次都邀我们到处去做表演，做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在做也顺便有别人的邀请，我们也都有去参加。陈顺成年轻时就对音乐非常有热情，过去在台南二中教吉他的时候，就连本土主持天王吴宗宪也都是他的学生。民国72年，陈顺成、综艺天王吴宗宪以及林瑞腾组成了府城三重唱，精彩的演出当时也让不少府城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虽然现在吴宗宪已是演艺圈的天王级人物，但仍然相当怀念学生时期的走唱时光。吴宗宪也曾在好友聚会当中提到，未来若有机会，希望还能与吉他的启蒙老师陈顺成再次同台演出。他最近我们都有常在一起，还有在这样的联络他因为有一直在鼓励说，当然这样的我们合唱也不错很有趣鼓励我趁着还年轻，趁着还有体力的时候继续通过这样的来组合来做练习来做表演有机会他也很乐意一起跟我到处去做一个表演。这位正在演奏的林瑞腾老师，45年前在台南二中就读时，也是跟着陈顺成学吉他。这2年从长荣中学退休后，想起过去登台演出的经验，还是相当怀念，所以再次与陈老师合作，用音乐传唱，再续师生缘。顺成老师是我们吉他老师然后他就教我们吉他，然后从里面就挑选我去餐厅走唱。但那时候我高二就跑餐厅走唱，然后高3毕业他就开演唱会陈老师就开演唱会，所以那时候吴宗宪他们有开演唱会，我们都有帮忙陈老师。忙了大半辈子的陈顺成，如今事业交棒后，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现在的他时常也与太太赵玉勉以及音乐同好相约团练，借此延续对音乐的热爱。他也说，若有公益团体邀约，只要府城三重唱有空，他们都愿意来做公益的演出。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